翻到嚟《三國策》遊戲示範2啊！我哋今日講作戰流程。第一版流型同埋曹營嘅起始包，我哋會用自由模式開始。首先，雙方要選擇作戰規模，小戰、中戰同埋大戰㗎。起始包會選擇小戰，15天作戰，雙方行動完畢為止1天，上限13令。你會見到武將卡上面會有唔同多少嘅令牌㗎。喺遊戲最強嘅武將會有3個令牌，最弱嘅武將會有1個令牌。士兵都有分強弱，強嘅兵種都係3個令牌，弱嘅兵種係得1個令牌嘅啫。例如呂布喺群雄割據嘅時代，佢係會有3個令牌嘅，而佢帶嘅兵種騎兵嘅話，佢亦都係有3個令牌嘅，即係話要出呂布加騎兵隊，係總共要消耗6個令牌嘅。而現時嘅起始包4個武將加埋所有嘅兵種，總共係13個令牌，士兵嘅數量係15000兵。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戰前準備啦。主營嘅設置，主營係遊戲防守嘅重點，雙方需要貼住底線喺任何一點設置你嘅主營。當設置好主營之後，主營就不能再移動啦。戰鬥嘅目的係要攻破對方主營，其中一方嘅主營兵力去到0，咁就為止戰敗。戰前嘅兵力分配，所有嘅武將都要因應你嘅統率嚟到分配你嘅兵力㗎。統率越高嘅武將就可以分配更多嘅兵力上戰場。當分配好所有嘅兵力俾每一位武將之後，剩低嘅兵力就會係你嘅主營嘅兵力啦。然後仲有兵種嘅配搭，仲有裝配策略卡同埋裝備嘅。而家我哋先嚟睇一睇刀兵嘅列表，你可以睇到我哋現時已經編輯好嘅兵種有9個。你見到刀兵係2，即係話呢一個兵種對付刀兵係乘2嘅威力㗎。兵種相克最大值係1至到4。將來我哋會出到嘅重騎兵，有部分兵種相克會係乘4嘅威力咁多㗎。唔怕話埋俾你知，重騎兵絕對係值得3個令牌嘅。策略卡嘅部分，每一個武將都會有空格或者係佢有專屬自己嘅策略㗎。專屬策略只有較強嘅武將先至會有，而往往呢啲策略都會喺你演義當中認識嗰個武將嘅能力嚟嘅。例如關羽嘅策略就係橫掃，張飛嘅策略就係單挑。你買咗翻嚟玩，你就會知道好合乎佢嘅人設。而起始包仲會有4張策略卡奉送。裝配策略卡嘅時候都要注意策略卡嘅需求，唔係個個都裝到㗎。三國策係一個已經好有長遠計劃嘅遊戲，單喺群雄割據嘅時代，我哋已經編輯好50幾個武將，6個你好熟悉而好強大嘅陣營，30幾款自由裝配嘅策略卡，淨係聽到武將嘅特色、兵種嘅配搭、策略嘅裝配，足以令你知道組合非常之多。係一個充滿策略嘅遊戲，除咗喺玩嘅時候現場閱讀、臨場應變之外，你點樣組隊作戰都係你勝敗嘅關鍵。群雄割據時代之後，我哋仲有官渡之戰、赤壁之戰同埋三國鼎立嘅。唔同時代嘅武將都有能力嘅區別，絕對要留意全球唯一一個戰棋模型三國策。佢係唯一一個可以俾你實體帶翻屋企嘅三國模型遊戲。今年6月前有得賣啦，可以向各代理攞優惠碼預訂。